05年很想做創業啦，剎啦就到了上門 ，say goodbye 啦。師傅啊，下年後年嘅話咧，會唔會覺得特別好嘅，或者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？05年啊，在猴子來說啊，他會怎麼樣？很想做創業啦，很想自己搞一番事業啦，他動力非常非常的強大，即係會好有想法。對，他其實是有魄力的，做事決策是很快的，但他有一些麻煩，因為他的煞到了上門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不太能夠去一些我們就是不好的事情啊，然後比如說人家 say goodbye 啦，或者是醫院啦，一般建議都不願意要去，因為很容易怎麼樣？心情很容易受別人影響，因為他的人呢，人比較感性，他很容易怎麼樣？因為別人的不舒服就感受到心裏面，他就會覺得不開心。所以要點來記是什麼？多去快樂的地方、歡喜的地方，人才會越來越順。靠近一啲高能量嘅人同埋事，咁你就會越嚟越順啦。後年嘅朋友記住啦。